后来继续来看台南市已经提升到准3级的防疫警戒。台南市议会早起一透早，就来举行着党团协商，针对第5届定期会这个议程来讨论，最后决议延到这个月28号，才个继续来开会。同时嘛，呼吁市民一定要做好着防疫，共同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。咱本会啦，敢有需要、有必要，现此时啊，都继续来开会啦。决议以目前的疫情呢，将顺延到5月28号来继续开会。台南市议会进行市政总质询，因为疫情爆发真严重，伫今日早起举行党团协商，有议员支持停会对抗疫情。议会的决定是否一定全力配合？延会到5月28号，我们也会做好充分准备。在这段时间，我们也会集中心力和所有的人力物力来做好这个防疫。另外，议长郭信良嘛提出，台南市所有议员甲市政府以及主管带头进行体检，确保健康甲安全。台南市议会头一摆为了疫情延期会议，减少人甲人之间的接触，希望讲疫情会使赶紧消退。同时嘛，提醒大家伫这段时间一定要提高警觉，避免去人较济所在。